梁朝偉從影40年，被譽為唔需要對白嘅演技教科書，每個眼神、肢體語言、舉手投足都係戲。佢嘅演技已經跨越文化地域界限，喺亞太同埋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。而家就等我哋重溫佢嘅難忘經典角色啦。1994年重慶森林，梁朝偉以輕鬆嘅狀態飾演飽受情傷嘅警員663。戲中佢經常以近乎獨腳戲嘅方式，簡單嘅肢體動作，克制嘅情緒表達，演活咗都市人嘅孤獨同埋疏離。呢一種不費力嘅演繹方式已經成為都市情感戲嘅典範。1997年春光乍泄飾演同志戀人黎耀輝，戲中角色對愛情嘅執着，心情中充滿沉重嘅壓抑。梁朝偉以極度細緻嘅內心戲，好精準咁詮釋咗當中嘅矛盾同埋掙扎、愛恨交纏嘅委屈，成為佢演藝生涯中另一部經典代表作。2000年《花樣年華》飾演溫文內斂嘅周慕雲，同張曼玉飾演嘅蘇麗珍展開一段禁忌之戀。全套戲嘅對白唔多，只憑含蓄嘅眼神、拘謹嘅肢體語言，傳遞角色對愛而不得嘅抑壓同埋遺憾，將留白式演繹發揮到極致，為梁朝偉贏得第53屆康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嘅殊榮。2002年《無間道》飾演潛伏多年嘅臥底探員陳永仁，佢深度呈現每日遊走於生死邊緣，身心被折磨到崩潰嘅分裂感，表面剛強冷靜，內心卻脆弱無助。強烈嘅反差令角色更加有感染力，成為臥底角色嘅演技模範。2007年《色戒》飾演特務頭子易先生，個性心狠手辣，但係就深藏住對情感嘅渴望同埋恐懼。梁朝偉憑住細膩嘅演出，成功塑造咗心理層次極為複雜、殘酷同溫柔並存嘅立體反派角色，被譽為危險而迷人嘅演出。尤其係佢同湯唯嘅連場情慾戲，更加成為從影以嚟最大膽嘅電影作品。2013年《一代宗師》飾演詠春派宗師葉問，梁朝偉以極少嘅對白、克制嘅情緒，塑造兼具風骨氣魄，同時擁有人間溫情嘅一代宗師，好精準咁傳遞咗武學大師嘅沉穩與厚重，同埋喺時代變遷之下平民嘅無奈與滄桑，被譽為內斂派演技嘅巔峰。梁朝偉能夠成為一代最偉大嘅華人演員之一，絕對實至名歸。而佢邊一個角色令你到而家都念念不忘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！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